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4，希伯来书11章1节到2节安尼讲：神就是所毋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因为伫即个，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因着神对未看见的事有较久的天平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愿带着感恩甲懊恼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称颂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善的真神上帝，愿敬拜你的圣洁，尊重你的威严，称颂你奇妙的作为，感谢你伫历世历代显明你的信息甲慈爱。主啊，愿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愿感谢你赐下宝贵的信心，互阮伫看未见的时，犹原相信；伫黑暗中，犹原仰望光明；伫毋知影的明仔日，犹原心存着盼望。主啊，因为阮着对古早的人，阮通得到干净，就安尼通知影，神就是所毋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